searching for something I knew was there but couldn't see. I remember the moment when the one I was searching for found me. I can't make sense of it, no getting over it. How much your love changed.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圣殿里面，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要敬拜他。阿们，阿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阿们，阿们。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从高雄来的，哇，感谢主。还有我们也从美国回来的，我们的司仪师都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都热烈的掌声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永光大家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同请起立。哈利路亚！你左右邻居有没有新朋友？你不认识他的？哈利路亚！好，如果你有不认识的，你要特别啊，对他呢，要对他很好，让他感受到你的温暖。阿们吗？感谢主，哈利路亚！你预备好了吗？神他说，我们从耶稣基督借着他而生，因此我们都是在福音里所生的人。阿们。福音生了我们，因此我们是有福音恩典内住的人。阿们。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拥有福音的恩典在你的里面。你拥有福音的恩典在你里面。福音的恩典叫我们苏醒，福音的恩典叫我们复兴，叫我们得力。哈利路亚！我们邀请圣灵来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举起手来，我们来邀请圣灵，而且很热情、很真诚的邀请圣灵，因为圣灵他是 gentleman 的。你如果没有热情、开放、敞开的邀请他，他就不好意思来了。所以我们很热情的邀请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有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沙啦啦，哈利路亚，呼啦啦，沙啦啦，沙啦啦，哈利路亚，沙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哈利路亚，沙啦啦，沙啦，哈利路亚。谢谢圣灵，因着你的运行，当耶稣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差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你就是我们的导师；圣灵，你就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谢谢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里面，不论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主啊，这个时候圣灵你内住，好叫我们内心都充满了圣灵的充满，并且让我们有更新的心意。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你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一起赞美，一起跳舞，大大荣耀神。一起赞美，一起跳舞，大大荣耀神。阿们，哈利路亚！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帮助。阿们。耶和华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阿们。在今天早晨，就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拍手跳舞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耶
更高的名能够胜过耶稣。在诗篇23篇，神他成为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一生的好牧人。不管我们是在高山，是在低谷，他总是引导我们走在这一条真理跟祝福的道路上面。就让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对神诉说的话。哈利路亚。是我的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着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
高山有低谷，但是有永远的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不论在高山在低谷，我们都向神说感恩他。阿们吗？我们都感恩神，感谢神，赞美他，因为所有的难处在神都不是难处。至于信心，有信心的人，每一件事情在神的里面都可以翻转成为那荣耀的事。阿们。感谢主，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权柄，是神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我们都可以分赐我们祷告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为明天后天3天我们全台湾的牧者的3天营会来祷告，求神帮助这些的牧者师母们，让他们在牧会上面，让他们看到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有力量的。阿们。所以透过我们的祷告，让这3天的营会可以来帮助这些牧者再一次领受从神来的信心。阿们。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来 RPG 来，我们来一个找一个，然后会的来带不会的，我们把这件事，你的祷告是充满了影响力，你的祷告能够带来翻转，带来成就。哈利路亚，我们来带领。哈利路亚，佳宇，好，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主你的灵在我们祷告当中。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神你的爱，主我们透过代祷，主你就赐给我们在牧者的营会上面。主啊，你真是让这一些的牧者，主啊，使他们的信心大大的被你充满，大大的被你浇灌。主啊，在他们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主啊，让他们要看见神你的复兴在他们里面。主啊，当他们每一次他们在牧养的时候，总是充满了神来的喜乐。在3天的营会，主你要亲自引导，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因为神你是爱，你是恩典。主啊，在你大有能力。谢谢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也祝福在这些的牧者，在这些服侍的同工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赞美在地步，我要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求神灵恩高望，求神灵恩高望，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我不被满意，一起来，哈利路亚。我不被满意，是我们的祷告就带来神不被满意的祝福。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我们举手，请圣灵来安高我们。是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双手，让圣灵来安高我们。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I am so good to me， 唱入你的心怀里。So good to me， I am so good to me， I am so good， I am so good。哈利路亚，是。我要赞美在地步，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
兄姐妹们，牧师要我们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想象你正在高山，你正在那个宫顶的那个高山上面，你在那里赞美神。你要如何的来赞美神？哈利路亚！你预备好了吗？你就是站在那个高位上，与神一起同住的，在高山。哈利路亚！来，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的圣名，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宣告，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跟旁边的人说，任何事情都不畏惧，因为神与你同行。任何事情都不畏惧，因为神与你同行。哈利路亚！有经济的压力，有功课的压力，有亲子关系的压力，有好多的压力，我们压的里面有很多的恐惧，甚至是恐慌。弟兄姐妹，诗歌告诉我们，命立就立，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不要畏惧。阿们。阿们。勇敢的靠着神突破超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从神来天生的能力。阿们。阿们。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必然得胜，你必然得胜。哈利路亚！将我们得胜的那个心肠，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配得我们的掌声颂赞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永光教会家人都是尊荣的，所以你们会说，请坐。哇，太厉害了！来，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很棒很棒的一个见证。那好，现在呢，牧师就邀请这一对特别来宾，好不好？我们的登灿兄跟文信姐他们夫妻来到台上。哇，文信姐是哪一个小组的？来，小组挥挥手一下。哇，雨欣小组哈。登灿兄呢？你是哪一个小组？雨欣小组。哦，你也是雨欣小组牧养的，感谢主。哇，好。他们有很特别的见证，那牧师就不多说，直接由他们来说。很简单，牧师想要来访问两位，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培育学校的生命更新营 ？OK， 为什么要参加？好，等一下牧师再问你们下一个问题，好不好？为什么要参加生命更新营？好，来，我们先请文信姐来开始来。嗯哼。因为我是很早。好，等一下我们开个麦克风。OK， 好。因为我是很久之前就信主了，但是我的大概9年。9年。对，那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儿子呢，是在去年12月，他们也归入主名了。那因为我先生，我是希望说，他就是在主里才刚认识主，让他多认识一些主。对主有所了解，所以我很希望他来，所以呢，我就陪着他，就一起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你来上这个培育学校。是的。好，登灿兄，你是被老婆逼迫来的吗？不是，我是想认识教会，认识小组，还有呢自我探索，然后听听牧师讲到孤儿的灵，很感动，真的。我等一下再做见证，谢谢。OK， 好。原来登灿兄是卖关子的人。好，那文心姐，你在上个礼拜参加生命更新营，
那这个生命更新在这1-2天里面，你得着的帮助是什么？好不好？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你得着的，他们也要得着。好，来是，就是2天的更新营，其实有好多的感动，但是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分享2个这样。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呢，那牧师在课程的后面有引导我们，就是做那个方言祷告的练习。那一开始呢，我是觉得这怎么可能降临到我身上？这是应该属灵生命很高的牧者才有可能吧。然后殊不知，到后面呢后半段，我就不自觉的一直讲起那个方言祷告，而且是舌头就停不下来，自己也一直享受在当下，觉得好奇妙的感觉哦，这是神的恩典，怎么会降临到我这么不配的人身上呢？那就真的是感谢神有那个满满的恩典，奇妙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感动呢，就是第一天课程当中，然后牧师呢就问我的先生，他说：“登山兄，你有没有赞美过你的小孩？”那在后座的我的儿子呢，他就抢答了，然后他就说慢，慢就是没有，未曾有过的意思这样子。那后来呢，在第2天，那牧师就邀请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儿子呢一同上台。那我先生他就讲出了他一些心里话，他就跟儿子道歉，对不起，因为爸爸以前呢，他就是不懂得赞美，因为心中那时候也没有神，不懂得去赞美人家，那他的管教方式呢，就只有责骂，甚至还挨打。虽然说儿子念了建中，念了台大，他也没有被他赞美过。这个后来呢，牧师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儿子呢，也在当下呢接受了父亲的道歉，他也原谅了父亲。当他们父子在台上互相拥抱的那个时刻，真的非常感动，真的，那就是这也是神奇妙的恩典。那神的慈爱呢，让化解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就是让家庭关系更融洽了。我就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阿们。哇，感谢主。儿子有来吗？儿子有来吗？登灿兄跟文信姐，儿子有没有在这里？举手。来来，大家认识一下他的儿子，被打的儿子。来，那个昌伟，你来一下好了。哇，昌伟，你看那么可爱。他才20岁啊！来，你跟爸爸，你有原谅爸爸了吗？有，就是我在牧师的逼迫之下，他很会开玩笑。本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主的这个教诲吧，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就是要给爸爸就是原谅对是，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有拥抱吗？有，要再一次吗？再一次。阿们。这个只有在基督里的爱才能够成就的。我们呢，改次呢还会再安排给昌卫呢来见证。好，现在来换他爸爸见证，好不好？好，来，好，谢谢昌卫，你可以先回座，好。好的。你知道吗？昌卫呢，在上个礼拜6，他。爸爸来跟他讲道歉的时候，昌卫呢想了一下，他怎么说？我听了都冒冷汗，还愣了一下，看在主的面上，原谅你。我们也会这样感谢主，若不是出于基督，谁有饶恕的心？所以昌卫你做得很棒，这爸爸更棒，我们给爸爸掌声。谢谢。好。你在这个更新营，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改变？更新营前后有改变你们夫妻的关系吗？
有是满满的感动。首先讲第一个，就是我跟我太太参加了生命更新营以后，儿子也报名参加了。那女儿彩莹后来也来参加了，因为她礼拜六跟着团出去宜兰嘛，去玩嘛，然后回来也跟着来参加，所以我们全家都属灵家庭，全家归主，我们经历了这个见证，感受这个恩典。阿门，谢谢，阿门。然后第二点，我就是刚就是课程里面的听到牧师讲到这个孤儿的灵，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忙碌，心情烦躁，担心、害怕、恐惧、焦虑，什么都是，这些都是孤儿的灵。那都来自于什么？没有安全感，没有被爱，感觉没有是被肯定啦。所以说这些时间，全家一起聚集的时间改到成长班，阿门。是因为他们看到神在这个家庭的力量，他们夫妻彼此的那个爱、那个关系的深化，竟然是在更新营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更新，所以现在看对方的都是最美、最帅、最可爱的，阿们。所以这在他们的夫妻身上，我们看见很美好的见证，还有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这真的是印证了神他说我们2025呢要全家归主，又是一个神迹的家庭的见证。再一次用掌声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慧。好棒的见证，愿这样的感动能够临到我们更多人的生命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2节到第9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恩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经文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周雅拿传道师来证道，今天他的题目是为主癫狂的人生，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晨能够看到每一个人如此热情的来敬拜神，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祝福在我们身上，阿们吗？阿们。我们的 PPT 还 OK 吗？好，我处理一下。好，感谢主。好，那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一起来宣告，请。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
喜乐满意，唯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在今年暑假8月底，永光教会青少年牧区，有30多位的年轻人去参加一个叫 Radical 癫狂世代的青年特会。那在这个特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呢，它就是要挑望年轻人成为为主癫狂带来复兴的新世代领袖。在 Radical 当中呢，这个中文的意思是激进的意思。但其实它原本的意思呢是根，就是那个植物底下的根。那根是植物看不见的部分，但它却能够供应整棵植物的养分。所以真正激进的人生，不是看外在的环境，而是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多深。一个真正激进的人，他不靠外表的表现，而是因为他的生命的根深深的扎在上帝的里面。Amen 吗？所以因此我们的力量和能力也不是从世界来的，而是从我们的上帝来的。那 Radical 这个名字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癫狂。这个癫狂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负面的混乱，而是透过与神紧密的连结，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带出这样的影响力，而活出颠覆社会文化与世界价值观的生活态度。所以在这个特会当中，他不断的来激励我们的年轻人，要透过热情及与众不同的生命来改变世界。所以 Radical 除了癫狂激进，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热情的活出生命的见证。 Amen。在2023年呢，当我跟亚伦传道，我们从澳洲的神学院毕业回来到台湾，圣灵就给我们一个感动，圣灵就赐给我们青少年牧区一个全新的品牌，这个名称叫做 Elite Wow。 那 Wow 所指的意思就是，我们来考一下青少年记不记得好 Wow 的意思是什么？非常卓越，好，没错，就是 walk our way， 就是说走出属于我们的路，不是属于世界的路，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有3个要点。第一，就是我们要为主癫狂，我们要为主癫狂，我们的敬拜要火热，祷告要恒切，要渴慕上帝的话语。第二，就是我们不随波逐流，我们要在教会服侍人，在学校影响人，在家里见证神。第三，我们要撼动世界，我们不小看自己年轻，我们反而要靠着主，我们要成就大事，成为传福音的福音勇士，大能勇士。 Amen。 我们也称我们的可爱的青少年们，我们叫他们简称为蛙儿，不是那个青蛙呱呱那个蛙儿，而是一个 wow 的那一个蛙儿，意味着就是遇见他们的人会赞叹，哇，你们不一样哎。没有错，我们永光教会的年轻人跟世界上的年轻人非常的不一样，他们是一群活出天国文化，是一群为主癫狂的美好见证。阿们。而且永光青少年会如此的卓越，渴慕来服侍，委身在教会，我相信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再加上受到在座的兄姐你们属灵榜样的传承，使为主癫狂的 DNA 得以延续到他们的身上。从我们永光家人为福音奋斗，持续开拓幸福小组，不断彼此眺望传福音的热情，一直到街头布道，我们也看见真真实实福音的果效在我们当中。就是有人在上礼拜参与在我们的生命更新营，他就是因为福音街头布道而领受了这个福音，进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活出为主癫狂的生命，而且我们都已经行在这个生活的态度上面了。阿们。所以我们永光教会是一间为主癫狂的教会，我们一起跟旁边的人来说，我们是为主癫狂的福音勇士。我们是为主癫狂的福音勇士。阿们。
在使徒行传的17章5到6节这样记载，他说到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将福音从腓立比传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保罗呢，他在以一个犹太人居多的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花了整整连续3个安息日，就是大概15天左右。他在犹太会堂当中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有一群的犹太人因为保罗的作为而感到不满，所以就怂恿城里的人来要去抓保罗，并且称他的跟随者为那搅乱天下的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被指控为搅乱天下的信徒，包括一名叫做耶孙和他的家人。他们这一家呢，是仅仅信主3个礼拜的基督徒，只有3个礼拜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听到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之后，他们被圣灵触动，被圣灵感动，而那个搅乱天下、改变世界的 DNA 就被启动了。所以我也好奇的想要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信主超过3个礼拜的人，请举手一下。好，我相信非常多人都是超过3个礼拜。好，谢谢，请放下。耶孙跟他的家人短短信主3个礼拜，就有如此大的能力可以来翻转整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论信主多久，我们都有改变世界、撼动星球的能力还有权柄。阿们。因为我们是一群为主癫狂的勇士，而且我们就是一群活出这种搅乱天下特质的基督徒。而且圣经他所讲的不是只有搅乱学校、搅乱我们的工作职场、搅乱我们自己的家庭，而是他是说搅乱天下，也就是我们要去搅乱全世界。所以可见，我们要经历改变的，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改变而已，而是世界要因着你生命的改变，也要被大大的翻转。阿们。当然，我们说到搅乱天下，我们就一定会想到一位使徒保罗，他是一位典型的为主癫狂的福音勇士，他是一位不顾己身，用生命为福音奋斗的宣教先锋。保罗在实践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有3个关键步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3个关键步骤是什么。第一，英文说的 go 就是去。保罗不是等待人们来，而是他主动的去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到人多的地方，而不是停留在教会而已。这意味着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走出，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进入到人群里面，才能够带来改变。阿们。第二就是 see， 就是看见的看。其实在这里保罗所说的看见的看，不是肉眼简单的看见，并不是希腊文中看见 blepo 这个字，而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theoleo， 是观察后的理解。所以这意思就是保罗不是只有传福音，他是去看见人的需要，去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真正看见人的需要。第三，他说到 speak， 就是说，保罗很擅长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擅长用生命见证来分享神的作为，这是极具影响力的传福音管道。因此，见证分享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武器。就像我们敬爱最漂亮的潘牧师常常会鼓励我们，一定要随身预备一个口袋见证。所以这意味着见证不是一定要瘸腿行走、瞎眼看见，这才叫见证，不是，而是你的生命如果因为透过上帝而有了改变，这个就叫见证。或许你来到教会之后，你的脾气开始变好了，然后甚至你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都看到你的改变，这都是最美最有力的见证。阿们吗？阿们。我们来跟旁边的人说，我们的见证是传福音的武器。我们的见证是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邀请我们教会当中一位非常卓越的青年领袖来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一次 Radical 当中他的领受。我们来一起欢迎以乐小组的以乐小组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青少年牧区的以乐。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 Radical 特会中所领受的意象，还有神奇妙的带领。在第一天晚会的最后，当回应诗歌响起时，我因着心中的渴慕跪下来，就在那一刻，圣灵大大的触摸我，我就止不住的流泪。在意象中，我看见学校的学会区。过去的经验中，这里是舞蹈系各班展演摆放祭台的地方。对我们的科系来说，祭台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但同时也让我想到，在艺术的跨界演出当中，常常会与传统信仰结合，就像电音三太子这种的表演。然而，我认为台湾的文化不该被传统的道教、佛教文化所定义。我们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多元有意义而且丰富的特色。就在意象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他要翻转我的学校，让这个学会区不再是摆放祭台的地方，而是要成为祷告的祭坛。他也要让基督信仰进入艺术领域当中，使艺术不停留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展现，更要成为荣耀他的器皿。并且神也感动我，要去找一位同为基督徒的学姐，一起为整个艺术大学祷告。但在领受这个意象之后，我开始焦虑，也一直计划该怎么做，甚至担心自己是否能完成。就在这个时候，特会的一个领袖同工为我祷告，我并不认识他，但在祷告中，他竟然完全说出我心中的烦恼还有焦虑。神也透过他提醒我，不要忧虑，不要急着计划，只要单单交托。因此我便开始祷告，求神预备机会，让我能主动去找学姐。开学第一天，我的课没有安排在系上，而是要上通识课，在另外一栋大楼，所以就想说今天应该没有机会遇到学姐了。而通识课的第一天，老师提早下课，我又等不到电梯，只好慢慢走下楼。就在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在通识课这栋大楼的1楼遇见了这个学姐。之后我们在短暂聊天中，很快的约好要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在上周第一次祷告之后，学姐告诉我，其实她一直很渴望在舞蹈系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可以一起陪伴，一起祷告。她也很感谢上帝预备我主动去找她。现在我们在学校建立祭坛已经要进入第3周了，也持续为舞蹈系、为学校来祷告。我也求神持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使他的心意在校园能够成就，翻转艺术领域的文化还有价值观。Amen。Amen。感谢主，他的带领真的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最后，我也想鼓励青少年，不要小看自己在校园中的位置。因为神能透过我们，把他的光带到需要的地方。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以乐小组长，他就是做出了一件事情，他做了这样的选择，他学习保罗，他去到学校，他去到了学校，看见台湾艺术界的需要，并说出神的心意。然后在学校建立起那祷告的祭坛，所以我相信以乐的行动会带来艺术大学，甚至是整个台湾艺术界极大的翻转。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信，因为这间教会在经历一段复兴之后，他们就遭遇到逼迫，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坚定站立在真理上面。因此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关怀这一间教会，并回报状况，让保罗可以知道。所以保罗才写了这一封信来肯定并且鼓励教会的兄姐，更期待再次点燃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在经文第3节中，保罗写道，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保罗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能活出得胜生活的3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可能会纳闷，觉得保罗不是在罗马书的时候提到因信称义吗？那为什么在这里他却说信心还需要功夫？其实因信称义是我们对得救的管道，这是保罗唯有提到得救还有称义的途径时，他才会把信心跟行为认为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要表达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积极传福音的行动是出自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还有使命，因此他们忠心职守，奉献时间，奉献体力，并且确信这个代价的结果绝对能够荣神益人。第二个面向，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是需要付上代价。其实最好的诠释就是耶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学习耶稣的爱来爱人，却遭受逼迫，但他们心里面深深明白基督的爱远胜过一切的患难，并且他们深信福音能广传这件事情绝对是胜过一切劳苦的代价。第三个面向，因盼望主基督耶稣所存的忍耐。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忍耐，并且等候神应许的到来。就像我们在街头布道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挫折，我们会被人家拒绝，甚至遭受到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的言语的伤害跟攻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经历的兄姐们，但是我们深深知道的是，在神里面我们不惧怕被拒绝，我们不害怕被攻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本分就是撒种，就是将这个福音的种子撒种下去，而且这个种子一定会按时结果子。阿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会复兴，会成为那搅乱天下的群体，其实源自于他们真真实实活出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就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即使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他们也愿意来顺服，并且学习耶稣的爱，甘心劳苦，不计较付出的有多寡。最后他们明白盼望在于神，那在等候中学习忍耐，并且他们持守到底。所以我们也一起来跟彼此鼓励说，我们要活出信望爱的得胜生活。Amen。 Radius Asia 跨文化宣教训练中心的现任总干事陈维恩牧师，他在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美国矽谷非常优越的生活。那他一家4口呢，就这样搬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岛别姆岛，展开他们宣教的旅程。别姆岛是一个直径3公里大的一个火山岛，在这个岛上住着2000个原住民。那里的生活不像台北市、新北市这么的繁华，在那里的生活当中，他们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路，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我们这些文明的产物。然而他们出入这个小岛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坐6到7小时的船，而且不是坐游轮，而是坐那个小船。韦恩牧师他为了融入这样部落的生活，然后他们为了要传福音给别姆族的人，他们夫妻2个人用3年的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创造了别姆族的语言的文字，然后教导他们的族人能够来读写自己的语言，并且他们就开始传讲耶稣受难复活的福音，来领人归主。直到2012年，他们又建立起别姆族的第1间教会，然后在隔年就有11位原住民来受洗。
接着又在2016年的时候案例了他们教会第1代的长老，而且他们更是兴起了当地别母族的原住民的宣教士。这一群的宣教士甚至愿意前往到25公里以外的小岛来传福音。其实陈维恩牧师他在整个宣教的旅程当中，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超乎我们所想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遇到他的女儿得疟疾，他的妻子癌症复发，甚至牧师在这个岛里面生活的过程当中，曾经也被居民攻击。这一些的挑战，这一些的难题，其实并没有因此让他们这一家人放弃宣教的工作。他们全家人更是凭着信心持续为主做工，用爱心来面对一切的劳苦，用忍耐来面对一切的攻击，并且因为他们盼望那个福音能够进入到每一位原住民的心里面。当我看到这一个故事，我听见了这一个故事，我心里就想，我们传福音容不容易啊？我们传福音好容易啊！至少我们没有像保罗需要面对坐牢的苦难，我们更没有像维恩牧师可能要面对异文化的挑战。因此，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更是不能熄灭的。我们传福音的热情，这个火应该要是烧得更旺的。阿们。维恩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传福音不是呼召，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职分。没有错，传福音的工作并不是只有被神呼召过的牧师、传道甚至是宣教师的责任而已，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职分。我们一起来跟旁边人说，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职分。Amen。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5节，他也描述到，当保罗他们将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节经文其实完全体现为主癫狂的人生这个信息的核心。首先我们看到圣经他说不独在乎言语，所说的其实是传福音不能只是一个话语的传递，而是要伴随着行动还有生命的见证。在原文里面呢，这当中有一个介系词，它的原意其实并不是说借着什么东西，而是有什么东西陪同着。所以可见话语的福音传递是需要有全能、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陪同着。再来，这节的经文里面他说到全能，全能所指的就是超自然的力量。当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时候，他说，我说的话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说，神赋予我们权柄跟力量，使我们传福音大有能力，而且使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阿们。当然，这个全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而圣灵更是那不可或缺的力量源头。圣灵无时无刻的同在，是让我们传福音有力量、有动力、能够持续点燃热情的关键来源。圣灵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孤单，所以我们传福音永远不孤单。阿们。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按照原文的经文结构来说，与圣灵紧紧相连的字眼，并不是全能这个字，而是充足的信心。所以应该翻译成为福音是，应该解释成为福音是由圣灵而来充足的信心陪同着。这里的充足的信心是一种确信不疑、蛮有把握，而且是完美无缺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我知道，或者是单纯的一个知识，而是透过我们经历而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体验。
就像我从小，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去美国的迪士尼。但是呢，我还没有机会去，所以我就只能够在 YouTube 上面来认识迪士尼的环境，甚至有时候还会去查迪士尼里面云霄飞车的影片，然后看着那个影片，想象自己在那个空间里面。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够亲自去到美国迪士尼，我相信那个体验应该会完全的不一样，是天差地远的，跟我自己在看荧幕里面的那个云霄飞车画面是绝对有差的。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亲身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开始对发预言、医病赶鬼、分享福音有那个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圣灵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哇哦不一样的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不管我们的年纪有多少，不管我们的年纪跟我一样老，跟你们一样年轻，神都有计划，并且等待我们突破，并且去搅乱天下。阿们。在青少年牧区当中呢，我们有一位非常可爱，但是不太爱讲话，然后不常表达他的情绪跟感受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今天永护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好，没错，就是我们可爱的永护。他呢，其实平常我们可能认识他的人会知道，他不常讲话，不常表达他的感受。但是在这一次的 Radical 特会当中，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大大的触摸他的心，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 Radical 特会里面，他开始一直流泪。会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在这个信息，在特会的其中一个信息当中，牧师说到，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少，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圣灵都赋予你能力去影响别人。所以永护他就跟我们说，哇，他不知道原来他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影响别人。所以我就发现，在 Radical 特会当中 ，Radical 这个词不再只是一个特会的主题，而是它开始成为一个意念，它开始改变永护他对自我的价值观，它开始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确信圣灵的工作和能力是多么的真实。阿们。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就读台科大的青少年，是我们所熟悉信志长老的女儿恩琳。她也在这一次的特会当中，她跟我们每一个人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看见。那因为她在学校，她所读的是有一点像化学科学类的东西。她在学校呢，她就学到一个叫做 Free Radical 自由基的化学分子。那这个 free radical 呢，是一个极度活跃，然后不安于现状的小分子。它一旦出现了，就会影响整个周遭，然后带动连锁反应。所以当他来到这个 radical 特会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年轻人非常火热的在赞美神，在敬拜神。他跟我们说，他仿佛呢就看到一个一个自由基在那边跳来跳去，这画面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趣。虽然这只是他短短的一个分享，但是我却看见了在这个当中有属灵的意涵。当有一个人活出为主癫狂的人生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种属灵的自由基，他对神充满火热，这个火热火到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安于那种冷淡的敬拜生活。而且当他进入到人群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点燃了属灵的连锁反应。或许在这个科学当中，其实自由基在科学里面是一个带来破坏的分子，但其实就像世人看见基督徒为主癫狂的热情，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太激进了，太疯狂了。但其实在属灵的解释里面，我们所拥有的是属灵的自由基，不是带来破坏的，而是带来更新跟复兴的。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从圣灵而来的能力，
可以成为那搅乱天下的人，来撼动整个世界，更能透过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恩典，活出为主癫狂的人生。就是不仅在言语上造就人，在行为上也分享耶稣的爱，更是透过圣灵而来那充足的信心，过着得胜的生活。阿们吗？阿们。最后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请。我有属灵自由基，凡我所到之处，都要引爆属灵的连锁反应。阿们吗？阿们。没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永光家人都有那属灵的自由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凡是我们所走到的地方，我们去到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接触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引爆那属灵的连锁反应。阿们，阿们。在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请。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节，我们再念一次，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节。我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一起起立。感谢神，永光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为主癫狂，能够撼动世界的人。 Amen。 所以我也想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跟圣灵说，圣灵啊，我们要求更多，我们要更多的被充满，我们要更多的被点燃，让我们不只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带着那充足的信心来完成那不可能的事。 Amen。 Amen。 好不好？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神，求神再一次点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 Amen。 Amen。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灵，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让我们深信，我们的生命要因着圣灵被翻转。我们的生命被翻转之后，我们也要去改变世界。Amen。我让我们再从这里来唱。无论高处低处，
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到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时刻，主，我们活出那属灵自由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那搅乱天下的群体。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为主来癫狂。主，让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保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你让我们所到之处都要带下圣灵的大能，因为在我们去的地方，那里就要成为福音的地方，那里就要成为圣殿，那里就要兴起更多的领袖。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圣灵你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深深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再一次的将一切荣耀归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一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着，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登上加恩，遇上教育，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起立。今日道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着，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登上加恩，遇上教育，分别为圣归于你，登上加恩，遇上教育，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是事工的分享，我们请潘牧师主持。感谢主，今天透过亚拿传道他的分享，让我们明白，我们都可能就是那 radical 那个为神而癫狂的人。其实，如果在福音上面，我们没有为主癫狂，我们没有这种癫狂的热情的话，也没有基督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主里面，我们因着热心，因着爱神，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也会对我们产生反感，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就是扮演那个 radical 那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如果有大家都不是这个都是民间信仰的，然后除了一个是基督徒的话，家人都会觉得你是来搅乱的，哈。是，然而保罗
他就是那个搅乱的人来了，而我们就是那搅乱的。但是我们搅乱的是什么？是黑暗的势力。阿们。感谢主。所以神时常提醒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对的事情上面做神所喜悦的事。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我们来看教会的事工。好，转换一下。好，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在周间有小组的生活。那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呢，我们每一个一定都要在你的小组里边委身，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铁三角，我们的小组长，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来为我们祷告、牧养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福分。阿们，哈利路亚。好了吗？有什么状况吗？那我们要来看周报了。好，有哪一个没有开的吗？好，我们在9月28号，9月28号哈 ，OK， 好了哈，好，感谢主。好，那这个是这个礼拜的导读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导读，来，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再一次来。谢谢。好，谁是基督的身子？你是的，请举手。是。哎，没有举手的，你是。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阿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哦。左手跟右手要彼此合作，可不可以？左手打右手，右手呢就打脚，可不可以？好，是。所以我们就像是基督的身体一样，是。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会跟你和谐。哈利路亚。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都要和谐哈。好，接着9月28是我们的受洗还有圣餐，我们鼓舞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座的还没有受洗的，你把握这个美好的黄金时间来报名受洗。那如果呢你没有教会参加，然后呢你现在来到永光教会，你正在寻找教会，那教会可以成为你永光教会可以成为你委身的教会，你可以把会籍转到这里来，然后让我们一起向着神赐给我们的意向往前一起走哈。好，所以呢我们欢迎同工来报名。好，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登灿兄还有文信姐他们同班哈，他们这一班的一个结业，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有很棒的得着哈。好，接下来。那这是昨天的门徒营这个就是中阶的哈。好，就是文信跟登灿他们的学长班哈，昨天来结业，上帝也祝福在这几位的学员，他们也有生命的一个很深刻的，所以昨天呢就是要开始，他们来到门徒营，他们就要开始来领受异象，然后呢领受异象，然后来对人祝福的预言，所以这个是在门徒营的时候会操练哈。好，再来。好，那成长班呢，礼拜五开始了哈，所以我们成长班的学员呢都在7点50分提早到教会4楼的副堂哈，开始我们10周的课程。这10周的课程，你会每一天每一次礼拜五你都会很期待，而且在这个课程里面，可以把你1个礼拜来的许多的问题，还有里面的难处，都能够帮助你来解决。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你本身就一直不断的被神浇灌，被圣灵浇灌，所以成长班你来参加，就是一个被圣灵浇灌的时刻。阿们。好，所以非常非常的棒。好，再来就是礼拜六，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第3周的基督精兵营，所以这连续3周都是教会的营会在跑。那也许你没有参与在这个里面服侍，但是你要时常纪念教会的事工，因为教会的每一件事工都关乎百姓的得救。阿们。
所以成为永光的家人，你没有参加在这里面，你就要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你还没有参加培育学校的，你一定要报名参加哦。好，所以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把握这个时间，可以在明年来参加哈。好，再来。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RPG 祷告的为了这些的牧者的特会有3天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牧师还有我们的传道，我们一些同工，我们就要开车把乐器全部都拆掉，然后呢音响全部都要搬到新竹去，所以等一下就要开始来做这样的事情哈。那还有我们的干事同工也都在这3天都在新竹，在那里来服侍这100位的牧者所以呢你们要为我们背后的祷告，还有我们在礼拜2的时间呢，要为这100位的，其中有一半是师母，一半是牧师，我们的同工呢已经为他们领受了预言，所以在礼拜2晚上呢，我们同工呢下班之后就会到竹圣新竹这个现场来为这些牧师来预言，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服事。那现在呢，我们的人数上面呢，我们去预言的，然后要去那边为他们祷告预言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同工，预言稿已经出来，可是人到现场的人太少了，好，特别是弟兄，所以呢，牧师希望你有预言同工的，你已经把预言稿交出来，牧师希望你祷告跟圣灵求。圣灵，我这一天我要上班，我工作放不下，那我要去服侍，我该怎么办呢？来问圣灵。是，所以我们只有5个弟兄到，我们要服侍50个牧师。好，是，所以在人数上面，我们希望弟兄可以服侍牧师，好，不是姐妹服侍牧师，姐妹可以服侍师母，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建宏你也还没报，对不对？是，所以建宏也要进来。意志你有没有？意志有，好，所以建宏你要跟意志同行，知道吗？是，还有弟兄，你有预言的，请举手一下，弟兄们，你有写预言稿的 ？OK， 好，怎么只有这几位弟兄？好的 ，OK， 好，所以这是圣灵的差遣的服事，所以呢，鼓励我们的弟兄还有姐妹。那等一下我们有说明会哈，所以同工可以留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看要怎么样来服事他们，还有这个测量集合的时间。好，再来，好，那关怀部要召开同工会，所以大家留意时间。青少年还有儿童的信仰培育的奖励金呢要申请，所以呢，我们今天自己来查看一下，有问题的话来向我们的慧颖老师来提出。好，接着，好，再来就是我们的中央空调的专款的奉献，我们目前有奉献是68万多，那还有不足的是331万我们预计要花费400万的装修费哈，所以我们同工持续来为这个费用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厂商来祷告。当我们有祷告的时候，神就必赐给我们，我们总不缺乏。阿们，阿们。好，所以呢，持续来关注这个事情。好，接着青少年5班，还有儿童的5班，以及星光学院都要陆续开课。那我们继续的鼓舞我们的儿女们，好，然后让这些学子们都可以来参加，特别是在星光学院。星光学院呢是提供我们在2、3、4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孩子们呢放学回家就直接来到教会，领受在这里属灵的土壤，这对你的孩子的情绪，还有他的纪律，还有他的生活的管理，包括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牧师鼓励永光家人的儿女们结束之后就把他送到这里，然后呢让老师来帮助他们有属灵的成长，也是分担父母亲在儿女们在这些的青少年的身上、儿童的身上带出他们有属灵的能力，这个对家庭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要如何跟家人相处，如何尊荣他的父母亲，这个现在在外面没有在教的，只有教会。所以教会是你选择最关键的地方。
那永光教会，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付出，所以永光人真是有福气的人哈。所以把握这个机会，然后鼓励来报名。牧师相信，你把孩子交在教会3年，你3年之后，你会看到你赚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的生命，他知道他是属于父母亲，属于基督就属于父母亲。阿们。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4楼办公室从今天下午到明天是消毒，所以呢，我们就暂停出入，因为有毒，所以就不要过来哦，哈。有人说没关系啊，我去看一下，可是门都关起来，好，不要来这边吸毒哦，好不好 ？OK， 好，明天后天让教会消毒，有毒，所以不要来哦，哈。好。再来啊，我们周牧师现在不在，对不对？他在新店教会那边为新竹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在那里讲道募款，在新店教会。好，我们都为牧师来关心。好，再来呢，好，我们这个看到你们看到什么？这个要做什么的？祷告柜垫，祷告柜垫哈。好，这个就是这一块，很厚，祷告柜垫，我们现在有晨祷，那我们晨祷呢，现在养成了一个非常棒的祷告态度，我们都会跪下。所以呢，我们跪在地板上很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特别去定制了这个祷告柜垫。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祷告晨祷的时候，每个弟兄姐妹呢，我们祷告可以用这个祷告的柜垫，所以呢，跪起来好舒服哦，也让你的膝盖呢能够透过跪能够来活化你的膝盖哈。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永光特制的，那一片这样是100块，100块。那你不一定是教会这边才用到，家里可不可以祷告？家里可以啊，你跪在沙发上太辛苦了，跪在床上也有一点危险，所以呢有个祷告垫，而且你不要只有买1片，你连小朋友也买。家里面你就给他买4片，买6片，是，然后让小朋友他从小就可以学习跪着祷告神。跪着祷告神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我有很多的软弱不足，但是我跪下祷告，你可以充满我，你可以供应我，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好，所以有永光的祷告殿，我们现在开始登记哈。那9月28号我们就要截止了。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订购哈，每一个家庭，好，不要一个家庭4个人同样只订一个，4个人跪一个，这样太辛苦了哈。好，可以每一个人都有1片。好，那等一下呢，三角埔教会在哪里啊？三重埔吗？呀，他们的牧师有新的牧师要来就任。所以呢，潘牧师等一下就要前往去，担任他们的司仪哈。所以也为牧师的服事。下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教会，那我也要去当司会哈。是，所以这个都是牧师现在在永光之外，还有很多中会的事工牧师需要来参与哈。OK， 好，接着。好，那妇女事工部呢？这个报名呢，我们自己来关心来看好。另外，我们的社区的乐龄营呢，明天教会消毒有毒，所以明天呢就暂停了哈。好，9月22就恢复了哈。所以长者们明天绝对不要来啊哈。好 ，OK， 好。再来是我们的兆民牧区他们9月20号下个礼拜，他们要去欧洲小镇，哈。很棒，好，我们可以带着新朋友，然后来报名参加，只剩12个名额啊。好，那为这一些的同工们来祷告哈，在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有些是要开刀，那有些是身体的一个软弱。感谢主，也让雨欣开刀呢都能够平安哈。雨欣挥挥手一下，他礼拜5开刀，现在就回来因为他的组员要见证，所以他特别会来支持他们。感谢主，上帝都把他医治的恩典加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还有我们的金凤姐也是身体也是需要代祷若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需要代祷，你们都不客气的跟我们的干事说，我们在晨祷都会为你们提名祷告，这个力量是大的。OK， 好，接着好，我们旁边左右旁边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好。来，你跟他说：“我认识你，上帝大大祝福你。”
哇，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的施医师还有他的师母，他们今天回来台湾，对不对？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来，我们的施医师。哇，他们如果回来台湾，都会回来我们的永光就像我们永光家人，请坐。还有没有其他从国外回来的？好，有从国外回来，然后又回去了那个 John 的妈妈，上帝也继续的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是。还有在国内外透过直播跟永光教一起礼拜的，上帝大大祝福在你们的家人身上，还有你们的工作健康上面，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好心情，愿你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大的爱给我们弟兄姐妹。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他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旧站立来领受祝福的祷告。愿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叫我们得着那搅乱天下、从神来那智慧以及圣灵的大能，叫我们进入到那黑暗当中，把基督的光传进，叫这世界万国万邦都来认识耶稣，归在他的名下。神祝福我们，上帝将那道路引导我们，叫我们行在他的光明当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我们要到那个参加预言服事的同工来到前面，我们要来集合。